我叫梁菲爾啦，咁係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嘅表演系高級講師。我哋而家有5個 major， 成個 drama school， 我就諗到餘下嘅悟人性、見天地、磨練技藝、說好故事、療癒人心。悟人性就係其實我哋嘅學習係去研究自己同埋別人啦。我哋透過好多劇本啦，認識我哋生存緊嘅世界啦。呢個係戲劇學子一個好基本嘅訓練啦。見天地就係人不外乎係踩咗喺呢個地頭上邊。其實因為人生真係充滿咗甜酸苦辣啊，我哋好多衝突啊、矛盾啊，咁呢啲都係人性嘅一部分。咁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嘅同學咧，面對認識自己、認識人性，但係同時間咧有一種超越嘅心啊，有天地嘅廣闊咁樣去覺察、去超越人生嘅種種甜酸苦辣咯。我覺得人嘅力量好緊要啊！咩叫人嘅力量咧？即係生命力、包容、同理心嘅流動啦，人與人之間互動嘅流動啦，尊重啦、合作啦，呢啲都係好重要人嘅力量。藝術都係一種技同藝嘅磨練。我哋希望喺呢度俾咗個基礎，佢哋持續咁樣去實踐、思考、去發問、再去精進啦。要保持一個好開放嘅心，因為世界係變緊嘅，謙卑咁樣繼續學習。另外就係態度好重要啊！呢一個好嘅合作態度，即係你可以係 B 級 talent， 大家 A 級態度，咁其實係令你可能更加容易 sustain 咯。同年青人一齊，即係令到自己都保持年青同青春。佢哋好有創意啦，佢哋好投入啦，佢哋好付出啦。咁呢啲時候你就覺得好安慰啦。當你見到佢可以好自信啊，好相信自己做緊嘅嘢，喺佢表演綻放佢嘅魅力嘅時候，覺得好靚。我自己本身都係演員啊嘛，咁我亦都係呢度嘅畢業生，即係好似教學相長。咁你自己又重新喺revisit 翻當初自己做學生冇辦法明白嘅嘢，我自己咪好感恩咯。因為我作為一個戲痴啦，可以繼續咁樣研究人類靈魂嘅工程。技巧上我哋一定會俾好多啦。技藝啊，你去到一個藝術就係已經要你嘅態度，你整體嘅成熟度啦。如果轉化埋佢自己生命啊，成為咗有作用啊，咁呢種已經係成為咗一種道同藝嘅關係。一個人一次性嘅表演可以靠天分，一群人一次性嘅表演要靠訓練。一個演員呢，終生嘅表演事業要有技藝，有歲月慢慢累積淬煉成為一種技藝之後，有轉化生命嘅作用，成為一種道藝咯。